一方面，咱即马伫咧关心武汉肺炎上新的疫情，另外要来关心武汉肺炎严重影响到苗栗的观光市场。南庄旧街街拢稀咧咧，人客上少，减差不多4成。一寡店头拢讲，新正年这段时间业绩落差不多5成。游客来到这个所在行搭，拢爱挂喙烟，拢唔敢试食。另外一寡餐厅、饭店业者接到民众要取消的通知电话，希望讲疫情会当赶紧控制掉咧，或者观光市场会当赶紧烧落起来。 武汉肺炎影响到苗栗的观光产业，虽然目前苗栗关无确诊的个案，不过观光业也是稀咧咧。好本来想要趁春节来趁钱的业者，拢足失望的。生意好吗？不好，人潮很少啊，买气也不好。武汉疫情的影响，多多少少一定有啦。春节的生意少了，我觉得应该有5成以上。 那人减了4成，业绩嘛落上少5成，真侪头家拢规气甲铁门拖落来，生意不爱做啊。 大家要戴一个口罩啊，谁也不想吃东西啊，对不对？要给他试吃，他都怕咯。因为过年时啊，天气湿个冷，就惊为着武汉肺炎，真侪人拢规气就踮伫咧厝内。那做生意的业绩真惨，含餐厅甲旅馆嘛接到真侪取消的通知。规划像所有的店家，我都呼吁他们通通都戴口罩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说做好疫情的那个准备哦，就不会给很多的游客接触会太担心。 相关理事长强调，有呼吁大家爱挂喙烟，加强防疫，避免互疫情拖开。那希望游客会当赶紧来，嘛希望疫情会当受到控制，互观光搁兴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